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4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53天。这个4月份已经过去一半了。普京要求俄军在3月底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显然再一次失败，无法实现的。乌军不仅在库尔斯克占了100多平方公里，而且还同时占了比尔格莱德以及布良斯克部分地区。同时乌军还积极的在库尔斯克在反攻这个苏贾市乌军的这个 F-16米格29战机的频繁的轰炸库尔斯。前几天还有一架 F-16失事坠毁，就说明这个乌军的空军现在主动出击很频繁。这个也从侧面说明这个俄军对乌军是无可奈何。截止昨天俄军伤亡就一天达到了1220人。在比尔格莱德前线，乌军俄罗斯自由军团在法国情报支援下渗透到了俄境内25公里处，炸毁了俄军第2坦克师燃料储备库，迫使该师暂停了进攻。乌军继续占据波波夫卡、德米多夫卡部分地区，处于灰色地带。俄军不仅未能将乌军赶出去，而且乌军仍继续朝俄领土纵深方向挺进，占领面积正在不断增加。库尔斯克前线乌军特种部队昨日在库尔斯克方向俘获了14名俄军士兵。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发起进攻，但却以彻底失败和大量死亡而告终。乌军第43独立机械化旅的战士连同 FPV 无人机机组人员击退了进攻，造成了俄军重大损失。托列茨克前线在乌军最近取得进展后，俄军开始在托列茨克以北反击，向北朝涅皮利夫卡方向移动。4月11号这个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对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格沃地区第30摩托化步兵团的前沿指挥所实施精准打击，击毙7人，击伤4人。死亡人员包括该团副团长、通信连及侦察连军官。团长西皮钦上校也在伤者之列。尽管此前多次遭到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俄指挥部仍未对该指挥所进行转移或隐蔽部署。这个一个团的指挥所被海马斯给端了。4月12号，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火车站实施了一次远程攻击，暂时中断了向被占领克里米亚、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运输俄罗斯军事装备和物资重要的这个铁路沿线交通。这是已知的乌克兰对俄罗斯这一段铁路网的首次袭击，也就是乌军现在不仅打击俄罗斯的这些军事设施对它的铁路网也要进行这个铁路枢纽这是首次进行打击。除了破坏铁路运输外，这次袭击可能影响到车站附近几个工业辅助设施，包括一个金属加工设施和一个混凝土生产厂。这些设施通过制造和供应链建造、维护和修理军事基础设施所必需的材料，在俄罗斯人入侵战争中发挥着直接作用。这次袭击导致俄罗斯铁路交通立即中断，可能性很高，实际上中断了通往乌克兰南部的重要供应线路，支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行动的后勤供应链极有可能出现短期中断。也就是乌军现在打击这个俄罗斯的交通运输网，对这个俄罗斯的后勤造成极大的困扰。另外这个根据乌克兰军队自己公布的一段录像，大家可以在网上找着看该录像就是记录了什么，就是乌军这个 FPV 无人机成功袭击了一门正在参战朝鲜人民军170毫米自行榴弹炮，也就是鼓山大炮据悉此款自行榴弹炮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大量部署，其主要任务是助力俄罗斯方面击退乌克兰军队以及西方支持的承包商所发起的进攻。此次无人机袭击目标似乎是精准锁定发动机这个部位这个鼓山大炮的要害部位被这个无人机击中。这款170毫米榴弹炮最早是在2024年11月便首次现身入战场之上。在此之前，外界就一直有预测，朝鲜军队极有可能会将这些大口径火炮派至前线作战。大家都知道这乌克兰用的是152毫米的或者是155毫米的火炮，它这个是170毫米的榴弹炮，那射程威力应该是更大，那个场面非常壮观。只是这个准头的那不重要，主要是打着好看。西方情报机构分析认为朝鲜在俄罗斯这场战争中给予了巨大程度的支持。保守估计，截至2024年底，俄罗斯从朝鲜获得炮弹数量超过600万发，而且朝鲜的武器系统
相较于俄罗斯同类武器，往往具备一些关键的优势。4月13号啊，这个俄军啊发射2枚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型弹道导弹啊，袭击了苏梅，造成30多人死亡，80多人受伤啊。这个乌军总参谋部对此事作出回应，承诺将对俄罗斯做出严厉的回应。该部声明啊，敌人在战场上未能取得战略成功，再次诉诸于其惯用手段，公然违反国际法及战争法则和惯例，向平民发动战争。俄罗斯再次证明其无意寻求和平，其目标是散布恐惧。当俄方只会迎来我们愤怒如必然的报复，无论占领军及其军事设施、武器装备藏身何处，我们都将予以摧毁。俄罗斯的战争罪行永不过时，肇事者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这个很显然啊，是俄罗斯啊用导弹袭击了苏梅的平民，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但是啊，到了俄罗斯这儿却是另外一种说法。首先是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说啊，俄罗斯军队前一天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针对乌克兰军队集会的，此次袭击造成34人死亡，约117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啊，此次袭击的目标是高级军官的集会，并指责乌克兰利用平民做掩护，在市中心举行军事会议。拉夫罗夫称，乌克兰军方领导人还在那儿与北约同行举行了另一次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称第一次袭击击中了大学建筑，第二次袭击发生在街道上方。这个波兰的外长希科尔斯基称啊，此次袭击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同意1个多月前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的嘲讽式回应。也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和俄罗斯外交部，他们都说啊，我炸的是苏梅的这个军事目标啊，这个都是北约的中官呢和乌军在开会。这3年多来啊，这种解释啊，我们听得太多了。这个俄罗斯只要导弹袭击的地方，那一定是有北约指挥官的，那每次都这样。俄罗斯导弹击中的地方，那就是军事目标，那下面一定有一个北约指挥官，有条大鱼，甚至啊还有一群北约指挥官在。所以说啊，就大家就看到很多滑稽的现象。这乌克兰的奥德萨的海滩上一个厕所被炸掉了，那恐怕也是北约军官在里面上厕所。然后这个基辅啊，这个公园里面的那些单杠、双杠也被俄军用导弹炸掉了。那恐怕是北约的中官呢，正在那儿锻炼健身。还有那个过街天桥被炸，那也是北约的中官正路过那个天桥。总之啊，这俄罗斯的导弹炸中的地方，那一定是有北约军官，不是一个就是一群，对吧？这种3年来这种解释啊，凸显了这个俄罗斯这种流氓强盗行径啊，流氓嘴脸。这个俄罗斯在苏梅制造的这个惨案，显然激起了很多国家的愤怒。首先是德国怒了，这个德国的后任总理梅尔茨说啊，德国愿意向乌克兰运送金牛座导弹，并强调必须让基辅占住主动，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让步。梅尔茨将于下个月就任这个欧洲最大国家的领导人。他谴责俄罗斯周日对乌克兰城市苏梅的袭击是严重的战争罪行，并表示基辅需要帮助才能在冲突中取得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会履行此前的呼吁，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基辅长期以来要求的金牛座导弹时，他表示如果与欧洲盟友协调，他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个苏梅州啊，这一炸呀，这个俄军在苏梅制造的这个惨案啊，彻底激怒了这个梅尔茨。这个金牛座啊，恐怕就要到乌克兰了。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梅尔茨暗示该导弹可被用于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等目标。梅尔茨曾多次呼吁向乌克兰移交金牛座导弹，使乌军能够袭击俄罗斯军事基地。4月14日消息，德国未来的总理梅尔茨希望与欧盟主要国家共同承担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责任。他还预计美国将退出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而主动权最终将落入英国、法国、德国手中。此前，德国已确认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由于这个金牛座啊，这个巡航导弹需要德国军人操作，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啊，就是德国军方啊已经加入了乌克兰。当初那个舒尔茨为什么不同意金牛座援助给乌克兰，就是因为他还得派德国人去帮助他操作。那么这个舒尔茨啊，这一步恐怕还是迈得比较大，甚至啊，这位未来的德国总理批评乌克兰武装部队行动过度防御，也就是进攻不足，总是防守，并直接呼吁乌克兰军队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取得突破。梅尔茨认为，乌克兰军队需要发动进攻型战斗，摧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后勤保障。梅尔茨相
相信乌克兰将成功获得更多的欧洲军事援助。这个和我以前的分析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实际上这个你比如说土耳其、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更希望乌军啊在克里米亚有所掌握。至于那个什么波克罗夫斯克、什么顿涅茨克、卢甘斯克那些地方不着急，今天抢一块，明天丢一块，不如集中精力把克里米亚拿下。这个大家还记得吧？就是2022年10月份，这个俄军啊在索罗维金的带领下，从那个赫尔松城啊撤走之后，我就说了，这乌军要3板斧，第一板斧就要把那个黑海舰队摧毁，第二板斧就是要炸掉克里米亚大桥，第三板斧就是要切断大陆桥，就是扎波罗热、梅利托波尔。这个2023年夏天呢，这个乌军在欧洲和美国的这个要求下啊，在他们的指挥下，不是给了好多坦克吗？装甲车吗？实际上就是要切断那个大陆桥，在梅利托波尔，在那扎波罗热沿线呢打了有几个月，损失惨重，那个索罗维金防线啊很难突破。大家还有印象吗？实际上他这一板斧啊没有抡出去啊，俄罗斯人这个在这个索罗维金防线前面布的地雷太多，乌军的装甲部队寸步难行啊，如果强攻的话损失比较大。就为此啊，是不是这个扎卢日内和泽连斯基还有呢希尔斯基发生矛盾呢？后来扎卢日内就被调走了，不当总司令，到英国当大使去了，由希尔斯基当总司令。也就是切断大陆桥这个事情，俄军是有备而来，乌军比较被动。那现在那个黑海舰队不用说了，大型的水面舰艇基本上都被摧毁完了，然后已经从那个母港啊塞瓦斯托波尔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躲到新罗西斯克啊化整为零，然后在那个民船的保护之下躲在军港里，也就是黑海舰队不足为虑。那现在就剩一个克里米亚大桥，你看这个梅尔茨他就认为必须把克里米亚大桥给炸掉，对吧？在克里米亚有所作为。为什么这个欧洲这些国家都希望乌克兰把克里米亚拿下呢？尤其是土耳其，土耳其就直接告诉普京，对吧？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实际上啊，把俄罗斯从黑海赶走，或者让俄罗斯在黑海处于不利地位，这是欧洲国家的共同心声呢，对吧？只是陆地上它多一块少一块不重要。所以你看啊，这个莫尔茨还没上台，先摆明态度，对吧？要武器给你援助，德国、法国、英国这3个国家要帮助乌克兰，实际上就告诉他你要拿下克里米亚。这个在黑海，英国人的贡献是最大。为什么乌军能把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打得那么惨？这中间啊，就是这个英国人立下汗马功劳。这个乌克兰的什么海洋宝贝，对吧？乌克兰的还有什么海王直升机等等啊，都是英国人在那儿帮他培训，帮他弄，也就说明英国人更看重黑海，把俄罗斯的势力赶出黑海或者给他压缩。那土耳其更是这样，俄罗斯越来越强大，俄罗斯在黑海一个强大的存在，对土耳其来说那叫如芒在背。当然了，土耳其扼守这个博士普鲁士海峡，那对普京来说也是捏住了他的脖子，双方都不舒服。那这个梅尔茨啊，作为德国总理马上上任，对吧？他相当于挑明态度，告诉乌克兰就要在克里米亚这下手，先炸克里米亚大桥。当然了，这个也是啊，俄罗斯在苏梅犯下这个战争罪行之后啊，对这个德国，对吧，激怒了，德国趁机啊给乌克兰提供金牛座，水到出城。那么还有这个其他国家啊，你比如说这个已经被边缘化的美国的这国务卿卢比奥，这个卢比奥恐怕也受良心这个谴责啊，他发了一个这个社交媒体啊，他说美国向今天在苏梅遭受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受害者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提醒，说明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要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结束这场战争并实现持久和平。这个卢比奥精神有点分裂啊，前面是表示哀悼，但是他没有谴责俄罗斯啊，他是对这个苏梅遭受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受害者表示哀悼，那就说明卢比奥他是不接受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法，说那里面都是北约的军官跟乌克兰军官在开会，也就是卢比奥他认为那个受害者就是平民，所以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但是同时呢，他也开始，对吧，拍这个特朗普的马屁，也担心他的工作不保啊，他的职位不保啊。他说所以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要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结束这场战争并实现持久的和平。你要对比一下特朗普的说法，你就发现卢比奥啊还稍微有点，就是卢比奥已经够烂，但是他比特朗普的表态呢还好得多。特朗普怎么表态的呢？特朗普在那个真相啊社交媒体上说，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是拜登的战争，不是我的，我刚上任，在4年任期内我毫不费力地阻止了这场战争的发生。普京总统和所有其他人都尊敬你们的总统，也就是尊敬特朗普啊。他说我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但我正在努力阻止这场死亡和破坏。如果2020年总统大选没有被操纵，事实上在很多方面确实存在舞弊行为，那场可怕的战争就不会发生。泽连斯基总统和骗子乔拜登做得非常糟糕，竟然允许这场闹剧发生。有很多方法可以阻止它发生，但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必须让它停止，而且要迅速，太可悲了。这是美国时间4月14号下午发的。这还没完，特朗普在上飞机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这个俄军袭击了苏梅，对吧？到现在没有停火，问特朗普怎么看？特朗普说俄罗斯袭击苏梅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政策主要任务是彻底停止敌对行动，这是拜登的战争，这不是我的战争，我来这里才很短时间，这是拜登领导下的战争。这个特朗普他的一贯的做法，他的口头禅就是一切责任在拜登。这跟印度一样的，印度是一切责任在美方，或者一切责任在美西方，都一个道理。这显然拜登已经把它学会了，而且熟练运用，所以到什么场合他都是一切责任怪拜登，一切功劳是他的没毛病哪怕他杀人就1天，有成绩有功劳那都是他的，有错误呢那都是拜登。针对这个梅尔茨要给这个乌克兰金牛座又支持乌克兰打击克里米亚，这个俄罗斯的口炮界的天花板，什么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发了一个媒体这个帖子，他说德国总理候选人梅尔茨的父亲曾在希特勒的国防军服役，他的记忆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如今梅尔茨却提议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纳粹三思而后行，也就是这俄罗斯人心里吃了事儿了，他也认为这个梅尔茨是让这个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大桥。不过这一次这个梅德韦杰夫显然吃一堑长一智，他只是警告这个纳粹警告梅尔茨三思而后行，当然了他也警告了乌克兰三思而后行。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不说了。第一次炸克里米亚大桥这个梅德韦杰夫说如果谁要炸克里米亚大桥，那就是用核武器把它抹平。这是他在那个推特上面就 X 上面写的。结果这个乌克兰人就是不信邪，搞了一个货车拉了那个炸药，在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把桥炸断了。梅德韦杰夫灰溜溜的连夜把帖子删了，所以说他荣获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我们再看这个乌克兰的前总统波罗申科，他向媒体回忆说他当年跟那个特朗普连会面的时候，特朗普就问他说，你告诉我克里米亚到底是谁的？特朗普还要求这个波罗申科你的实话实说诚实的回答。这个特朗普说告诉我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吗？波罗申科回答说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的，该半岛于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并询问是什么促使他提出这个问题。特朗普随后表示一位俄罗斯朋友告诉他克里米亚半岛应该属于俄罗斯。波罗申科表示与特朗普建立外交关系并不容易，因为他提出问题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不太得体。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就是随口来，也不顾什么外交场合什么外交礼，这都不重要。波罗申科的瞧不上他。我们再看看外交国际援助。当地时间4月14号，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讨论欧盟在外交事务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乌克兰问题位居首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乌克兰已经同意无条件停火1个月，但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方面同意这一点。显而易见，欧盟需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今年欧洲国家已承诺提供230亿欧元，比去年有所增加。卡拉斯表示现在欧盟必须对俄罗斯施加极限压力，以真正结束这场冲突。在当天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各国将讨论如何进一步帮助乌克兰遏制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也是今天会谈的议题之一。说特朗普的精神顾问叫马克·伯恩斯牧师表示支持乌克兰现在是美国优先事项。这个伯恩斯牧师他曾经反对美国援助乌克兰，但是直到他上一次访问基辅后还有那个布恰那个惨案这个伯恩斯牧师亲眼目睹了那里恐怖情况之后，他的态度发生变化。这个伯恩斯牧师说当我在实地与这些人交谈时，一旦你看到俄罗斯人的暴行，政治就不再重要了。所以他到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发现俄军的暴行之后觉得应该要援助乌克兰，援助乌克兰变成美国优先事项。所以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喊话也建议这个特朗普与普京会面之前先到乌克兰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美国明星莱昂纳多向乌克兰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人道救援，这个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巨星这些明星他都在援助乌克兰，这说明什么问题？没听说哪个明星援助俄罗斯的。最近泽连斯基在这个 CBS 60分钟节目中谈到了与俄罗斯的谈判以及美国的关系。他说华盛顿竟然不阻止俄罗斯做任何事情，这种对我们的态度很不公平，我们不能相信俄罗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相信与俄罗斯的谈判。说美国试图保持中立是错误的，而且俄罗斯的叙事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特朗普只听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泽连斯基还说美国副总统也就是万斯是在为普京的行为辩护，这是现实的转变。俄罗斯人是侵略者，而我们是受
受害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领导下，亲俄言论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这是错误的。显然啊，这个泽连斯基接受这个60分钟栏目专访，这个也激怒了这个特朗普啊。然后这个特朗普啊，他发了一个社交媒体啊，专门骂这个60分钟这个节目。他说，几乎每周60分钟都会以贬低和诽谤的方式提到特朗普的名字，因为他们对失败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采访，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犯下欺诈罪，他们将被起诉数十亿美元。但本周末的广播超过了他们做了2个关于特朗普的重大报道，一个与乌克兰有关。我说，如果2020年大选没有被操纵，这场战争永远不会发生。这个特朗普还说啊，他们不是一个新闻节目，而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治操作员，只是伪装成新闻，必须对他们所做和正在做的事情负责。显然啊，特朗普是怒了。我们还是看一看这个泽连斯基他是怎么说的啊。实际上就是特朗普啊已经倒向了俄罗斯，偏信啊普京的说法。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